草原纯天然手动一体化翻盖马桶。哎呀！咋的了，哥？一惊一乍的。那兵马桶也不行啊，冻屁股。这不有木头吗？正好给你做个木头的。那今儿还得垫个站架。做个多大的呀，哥？咱们那儿不有个备用的兵马桶吗？把它拿回来，咱量一下。那我去拿。哎呀，口子不小啊，你得费不少料啊。嫌我屁股大呗？那就直接拿板子拿就得了呗。做这么高就行了呗，要不然坐上去不得劲儿。你看，哎，正好。哎，这4个腿出来了。大的，那大的太有灯了啊！哎呀，这个眼儿留多大的呀2个啊，转过去我看一下。来，就它了。不对劲儿吗？这来吧，你给我。得劲儿吗？得劲儿是挺得劲儿，就是有点扎屁股吧？你去把那张子给我拿来。干啥？你扎屁股吗？给你做个马桶垫。正好，把这个边上给它一包。行啊，哎，这不行啊，这折过去不行啊，我不能一边拉一边抓着它呀。肯定不能让你这样的。这样，这我拍着我，中。哎，对了，可必须让你拉的放心，拉的舒适。哎，轻点啊 ，OK 吗？哎呀，草原纯天然手动一体化翻盖马桶。我操，还开盖有奖！再来一瓶，盖打开以后，里边是再来一包，再来一次。哎呦我！草原兵马桶升级了，这回上厕所不会冻屁股了啊！开盖有奖。欢迎下次光临。